都也很好好呢。阿皮，你哪有事要去參加演出會議啊？哦，就下禮拜啊，也係一場動真實嘅會議哦。還有啊，大三年都在打扮動電線呢。哦，跳南模咩冇響用？今日按算跳南模還有神父，應用辦吊打。我上起上陣當久。哦，你感覺我做時裝去參加會議咁做的？哦，還有跳南模我上愛較簡單、較人理的話。時裝？哦，你想法動貼片呢？嘿嘿嘿，我上愛買一個時裝，我冇想愛打扮到做裙啊。哦，跳南模沒有關係。不過做時裝會唔會本人知道較詳細來呀？還有你跳南模應用辦吊打。我知道跳南模愛人理。短跳南模沒當好看呢。你會感覺我做時裝咁會冇好看？唔會啦，不過按用較像主角咩？也係咁樣像故事咧。係說啦，我係有一些咧聽唔到時行。也有當到嘅細模誒，都會做時裝去參加發通啊，還有記得會剪短跳南模，還有天跳南模，咩都時行呢。其實我沒知道按用動拍條，不過我冇想到你會按用打扮。因為我知道講冇清楚會做裙，咩做得有輕度冇響用嘅樣式啦。我知道你講到當好呢，頭擺我就知道細模嘢愛當溫柔，又從跳南模，還愛做裙。